经受几暗的苦啊，才有一碗叶乌梅，你也是趁小紧食食的。定山，我知影你爱面子，也毋过你放心，手管伊是我来同会，伊绝对袂将三平三房的代志讲出来。丽花，事到如今，我不得也着爱承认了。你的武功地位，拢是比我谢丁山较高强。定山，也毋过，我有一句话想要问你，希望你坦白甲我讲。你尽管讲啊。听千岁，也着爱抬着我老爸，已经答应，才通媒人到汉公馆提亲。这是应该。东姐，你想李杰伊敢会答应要献官行动呢？哦，掉！哎呦，万岁！哎呀，切掉！有够歹找！哎呀！无我说啊，你都甲迄个韩小姐两个伫咧拼官家，那拼甲对起来咧食宴好未？先哦，别人试看卖咧。万岁啊！阮吼安尼找你吼，拄啊找2暝2日啦。啊，到底恁两个拼了是啥物人赢哈？是我。是伊赢，我输啦。李卫将军，阮大姐啊吼，不但是武艺输去，汉人嘛煞输伊呢。丁山实在也真过分，出战去甲韩丽花交战已经有2暝2日啦，人每一个人都伫咧替伊担心，谁人知影讲伊阁惹出这段阴言出来呢？老夫人啊，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啊！我是咧担心老王爷，伊若听到这个消息，一定会阁大发雷霆啊！袂，那这摆吼绝对袂。丁山啊，若真是讲会当带着韩丽花吼，这是五子鸿福齐天呐！丁山拢有将一切代志甲我讲啊，这个韩丽花不但是武艺甲咱丁山啊不相属下，而且阁精通天文地理。
对西番的这个山川啊，是非常的了解。若真是会当带着伊啊，西番真紧就会当平定啊。是真实的啊！绝对袂唔对啦，哈！我打算要亲自来去锁阳城走一转，一来啊通看平辽王的详细，二来就是要讲咱中山啊，也甲韩小姐这层的婚事。当时啊，这金莲甲杜一虎的婚事嘛，都爱甲禀明平辽王你的。要若安尼听老千岁啊，就麻烦你搁走一转。这无问题，这无问题。也得大家嘛知影讲我这个老天的一生上爱都是甲人做媒人啦，要我做的大家嘛拢成家立业，你知？我已经是变成做媒人的专家咯。竟然讲安尼，真好的办法啦！嘛只有是安尼，咱才会当听到伊的真心话。哎呀，阿金莲，是安怎就安尼啦？金莲，你认为兄顺？我唔知影。唔知？嗯。你是伫咧出什么鬼主意啊？哈？人哪有？无看出颠倒，你也唔知？你毋是伫咧出什么鬼主意，是要对付什么人？哎呀，大哥，我即摆哪有讲什么人通我对付啦？我是咧想讲，要问你一项代志，啊，你毋知肯甲我讲，所以我伫咧想讲，我敢拄爱甲你问。是什么代志？你尽管讲，我会照实对你严明啊。哦，大哥。我已梨花，情对阵，阮匆匆忙忙是看无尽。伊的人品假貌相，阮望求形表多吉祥，寒是梨花，谁知好阮独相啊，下天罪。蓬莱仙子厉害到伊的武艺超群，一个女英啊！哦，也已比金莲貌如何？比你少咧温柔多的。阮若是将伊来比阮大嫂，伊比仙童智慧高，也若是将伊啊，比你嫂金顶四招，意思可的。
吼，这件代志跟我无关系，我落算。安尼好啦，我来去叫两个有关系的人来问你。大嫂、二嫂，紧出来啦！快进来啊！大哥，迄个汉丽花甲我拍败，要你要搁甲伊成婚，所以我故意要甲你找麻烦。金莲，赶紧去甲阮迄两个阿嫂讲好听话，哈？你，两位夫人呐。大姐，啊伊拄则讲我敢若石头，遐迄个查某敢若柯，啊是啥物叫做柯？柯你毋捌啦？柯是一种宝石，就是号做白马路啦。哈，我就敢若石头，伊就敢若白马路。好啦，有一天哦，我即个石头会甲迄白马路对好破，看是石头较定，还是白马路较定。丁山，我有听到伊好甲阮阿兄伫咧讲韩丽花已经是互你拍败，你为虾米无甲伊掠倒转来同样，反而定情喜婚，这是为虾米呢？我知影你一向都毋是贪图美色的人，其中一定有原因，对无？对，较讲就阮先堂讲得真对啊！韩丽花，伊是顾全本岁面子，伊全部的秘密拢无去甲大佬甲真汉讲。其实我是败在伊的手。像影这么大的本领，也若安尼，你不但嫁娶一个娇妻，又搁嫁一个精细的女将，恭喜你吼！哎呀，我一个好夫人呐！金定，你哪会嘴做者翘遐拢毋讲话咧？爱娶，你去娶嘛！金定啊，你是要去讲话咧？记哩，当时我伫迄个棋盘山的时阵，捌听过韩凤讲，将伊的查某囝韩丽花许配互白虎关的首长，扬帆做某。这个代志若是互中山知影，一定会起一场的风波。
办这个代志，只是谣传而已。尤总兵，本帅敬你一杯，愿你马到成功。苏元帅，你的意思是？本帅意思是希望你若是去甲韩王求亲的时阵，会当如愿以偿，称心如意啊！哦，你是讲韩梨花？韩红在3年前就已经将伊许配予我杨欢咯。本帅知影，也毋过，根据最近细作倒转来的消息，讲伊韩梨花就要甲东条二路元帅四定山成婚咯。听讲，伊四定山甲伊韩梨花是在迄个阵前私定终身。我看伊对你早就变心啊！这条好啦。这条真出色哦。梨花，这个物件吼，拢计是安尼啊。因爸要出嫁的时阵，恁外妈予我的。啊，他安尼，干那你这个查某囝尔，所有的物件都嘛要予你做嫁妆。多谢安娘。实在真想袂到，你若爹阁会答应这桩亲事，啊，你会当叫四定山这么好一个人做翁婿哦啊！安尼后摆就免阁为你终身的大事伫咧烦恼啊。是啊，我早就知影阿爹伊会答应。搁再讲，苏宝堂为着要满足伊的野心，用银牌链来压迫阿爹出兵，害得遐尼多人无辜伤亡。阿爹早就无爱受伊利用。对啦，阿娘，阿爹应该用我上药啊，我来去甲伊结个婚。好。东姐，阿进，拄则我就看一个乌影为后影走去啊咧。秋官啊，你就是安尼大惊小怪，汉江关守卫森严，外人哪有可能入来？也毋过，东姐，好啊啦，你拄则看到吼，一定是欺负，要若无，就是咱厝的家属。我要甲你拿这样玩药啊，来，甲倒解面粉。你是要怎样是？要怎样？我爱你做主，命令韩梨花甲四定山退婚。哈？做袂到！你我唔愿，搁再受苏元帅利用，已经决心归顺天条了。哼！我唔管你要归顺什么人，我改做混进汉江关，就是要来提醒3年前，你已经亲嘴答应要将韩梨花许配予我。啊！有坏！你家己心内明白，迄个时阵是你将我灌醉，我才会答应这桩亲事。有坏！你无配，你无配梨花，你这世人永远也免享受来娶我的查某囝。